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咱过年前拢会大摒扫，甲厝内四界清清切切的。清甲切，台语安尼写。先来讲清，清啊，鸡毛清。你去夹清啊，甲吊线面顶的营野清清咧。啊，那鸡毛清是5、6年级生共同的回忆。当年的阿母拢嘛是摕鸡毛清收你囡仔。过来，华语的七上八下，台语讲心肝皮肤清。我去大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坐几排，我是一个心肝皮肤清。啊，那个替我话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台语讲鸡毛清，清到一道顶。人迄是因兜的家务事，因家己会处理，你毋免伫咧遐鸡毛清，清到一道顶。过来讲切。这字写唔对，用切啊切掉定写。你去摕倒布，甲倒顶切互清气，伊感动甲偷偷啊切目屎。过来，拿刀削切尻川，拿刀削有刺，用来切尻川会受伤，所以用拿刀削切尻川就是自讨苦吃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清切实在真趣味。